好，各位同學，我哋隔咗成年冇見啦，咁啊11個月前咁就拍咗2025嘅貼題，咁啊今次我哋就拍2026嘅貼題，咁其實我睇翻個時間都原來比上年早拍喎呢一條，係啦，咁啊咁樣嘅狀況，咁知道大家都催片嘅，咁啊但係我學校都好多一啲行政嘅工作，咁所以我就都真係而家先至叫做放假，先至抽空可以拍到呢條片。好，咁啊，嗱，都係同上年嗰個狀況一樣嘅，咁啊冇變。咁啊，嗱，全港大型模擬試，我相信有好多學校嘅學生都走咗去考啦，就係聯會嗰個。好，跟住另外大型出版社，大家都知道，即係應該就係即係最多人用嘅嗰本教科書啦，高中係啦。好，跟住 Alvin Sir 鋒芒中史同埋呢個 History，咁啊，我都係今年都問翻呢三位嘅補習名師啦，咁啊，佢哋其實喺應該係個零兩個月前已經同意咗，我可以借用佢哋嘅試卷嘅嗰個貼題，即係嗰個出題咧，就係做一個嘅分析嘅，係啊。咁呢一度都循例多謝三位嘅名師，係啦，咁同埋排名不分先後。OK，好，咁啊，我哋事不宜遲啦，我哋一開始我哋睇一睇呢一個嘅貼題先。咁啊，嗱，大家會見到咧就嗱，我哋由一開始我哋去睇啦，就係嗱，西周封建同埋春秋戰國咧，其實都係梅花間竹啫，同呢一個魏晉南北朝。咁所以咧，上年出現魏晉南北朝咧，咁今年就一定係咪一定係西周封建？所以咧，大家會見到西周封建加春秋戰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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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個都有貼，咁所以係中硬嘅，應該今年。好，跟住然之後咧。睇下先啦。咁嗱，大家留意一樣嘢就係春秋戰國同埋西周封建咧，你冇得獨立各自獨立溫啊。因為點解咧？無論係25分題又好，無論係20分題又好，嗱20分題係真係有機會淨係抽一個 topic 去做啦。咁但係即係既然你都溫得嘅時候，其實你兩邊都溫晒佢啦。尤其是西周封建係幾咁簡單嗱，基本上咧佢都好難出到15分題噶啦，就係4分啊、2分啊。3分啊、6分題、10分題咁樣就係一啲好簡單。咁啊，大家如果要溫書嘅話，可以睇翻我自己嘅啲嘅片啦。好，跟住然之後啦，春秋戰國西周封建之後咧，咁啊當然就係去到秦漢嘅部分啦。好，秦漢部分大家可以望一望啦。秦漢部分，咁啊漢武帝咁啊有出啦。漢初對外加新經濟政策咧，都係漢武帝範圍啦。好，漢武帝嘅集權啦，係啦，跟住睇先啦，漢武嘅新經濟政策啦，咁嗱，大家會見到咧，就係喺呢一個嘅漢武嗰度咧，咁其實都5個嘅參考嘅試卷咧，其實有4個都出咗，咁反而咧比較多或者有其他嘅狀況係咩咧，就會出埋呢個東漢即黃王，黃莽篡漢，係啦，咁啊另外就係會黐埋呢個秦代嘅集權。同埋呢一個嘅建設啦，咁秦漢部分有部分嘅即係試卷咧，其實都會玩呢個秦漢溝埋嘅。等陣我哋會講點解會講秦漢溝埋，係啦。好，跟住然之後咧，就去到後面啦。嗱，魏晉南北朝其實就基本上就冇人貼噶啦，因為大家都知道其實佢應該係上年梅花間竹已經出咗，咁所以今年唔會出啦。好，反而咧就係唐朝啦。唐朝大家會見到就係5份。都係唐朝安史之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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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史之亂。好，但係咧，大家會見到咧，就係延續8年，其實都係有其中2個會出啦。嗱，延續8年咧，其實我相信啊，坊間其實都可能小老師會，即係小學校嘅老師會教延續8年，因為點解咧？喺成個 DSE 嘅制度入面，即係或者成個嘅年份入面咧，10幾年其實即係考咗咁多年啦，延續8年係真冇出過。即係點解唐朝安史之亂之後啊，仍然可以經歷咗成百幾年先至滅亡咧？咁個原因係咩咧？就係當然入面一啲好複雜嘅一啲嘅內容啦，例如嗰啲咩甘露之變啊、永清革新啊嗰堆咁嘅東西啦。咁所以咧，其實呢一 part 咧，其實係一個長時間即係代宗啊，即係嗰堆咁嘅狀況，咁其實都幾困難嘅，係啊。咁所以咧，唔知 DSE 係咪因為咁樣拉長咗百幾年去問，佢覺得就係其實都好似留難啲考生咁，所以唔問啦。咁但係呢一度咧都要戴頭盔咁講，就係課程文件有寫延續8年不忘，
的原因。所以咧，其實好多人都喺度估啊，會唔會今年就出咧？會唔會下年就出咧？會唔會最後嗰年先出咧？咁嘅狀況。好，跟住去到唐望啦。係啦，嗱，唐望其實都重要嘅。嗱，講真嗰句，你溫得安史之亂，其實你就要溫埋唐望噶啦。咁啊，呢一個藩鎮割據同埋王朝係啊，咁呢一個同埋呢個宦官嘅專政啦。好，跟住然之後咧，咁啊去到宋元明清年代啦。宋元明清年代咧，咁大家會見到一樣嘢就係全部都係咩咧？一次過我哋畫咗佢啦，全部都係出北宋加明代。全部都係出北宋加明代，點解咧？因為上年出晒清朝，成條清朝集權加呢一個少數民族集於一身，出晒，係啦。咁所以咧，元代就比較少出啦，啲人覺得。咁所以咧就直接就係貼晒呢個北宋加明朝，搞掂佢。好，咁呢個咧就係古代史嘅部分。好，跟住然之後啦，咁我哋再望一望啦。咁啊，近代史部分咁會點樣處理咧？好，近代史部分。咁啊，嗱，我又用翻另外一啲嘅顏色。好，近代史部分咧，咁大家會見到呢一個嘅嗱，近代史部分咧，晚清咧，其實都幾亂下嘅，因為點解咧？好多時候考評局咧，晚清咧，其實就同你玩呢個翻炒，即係出古惑位，通常喺晚清嗰度，即係同你翻炒啊，四年炒啊，即係大家都如果睇過啲 past paper，大家都知道其實發生緊啲咩事，所以咧呢度唔特別多講啊。咁啊，睇下先啊，維新啦，維新啦，有3個出咗。好，跟住另外咁就洋務運動啦，咁有2個出咗。咁跟住戰爭啦，仲有呢一個清末新政，係啦。好，跟住呢一個嘅甲午戰爭，係啦。甲午戰爭通常咧，其實你可以諗埋呢個列強瓜分嘅，所以我當佢係同一課啦。係啊，咁所以咧，其實你會見到咧，都幾即係大家都幾分散㗎，即係五個可以參考嘅模擬試嘅一啲參考。咁其實你會見到其實佢哋都好散，佢哋都男定主義。其實某程度上係咩咧？某程度上就係撞彩嘅啫。即係近代史部分，其實某程度上我真係覺得，即係每年真係撞彩。咁所以如果你真係要答近代史，要答晚清嘅話咧，你要溫你就溫晒佢。你唔好再諗揀啲乜嘢啦。咁當然喺等陣我哋睇翻就係上年份卷咧，其實你大概估佢應該會出邊個方向嘅。咁當然唔排除佢會攬炒，即係佢會同你玩呢一個嘅翻炒。OK， 好，跟住另外啦就係辛亥革命、袁氏專權。好，辛亥革命啦，係啦，其中一個出咗。好，跟住然之後咧就係袁氏帝制。嗱，大家留意到一樣嘢就係袁氏帝制咧。係5份入面咧，其實有3個有出咗。好，袁氏稱帝，溝光忽雲戰，係啦。好，咁咧有5個咧，入面有3個會出呢個袁氏稱帝啦。咁其實個原因都係因為上年都冇出啦，咁嘅狀況，其實都差唔多要出噶啦。好，跟住然之後啦，咁啊嗱，不約而同咧有一個咧就好特別嘅，就係咩咧？就係大家咧都同樣地出咗咩咧？就係國共2次分裂加共勝國敗，國共2次分裂共勝國敗，係啦。咁咧5份入面咧，其實都有4個係會特登走去出呢一樣嘢嘅。好，跟住然之後咧，再加一個咩咧？就係呢一個嘅中共嗰 part 啦。中共嗰 part 咧，咁大家會見到就係中共初年啦，加對外，中共初年入伍，跟住中共嘅對外關係啦，中共初年加呢一個入伍部分，係啦。咁然後再另外有一個位就係咩咧？另外一個位咧就係文化大革命加改革開放，有啲進取啊 history 加改革開放。OK， 好，咁咧大家其實都係一個參考嘅價值嚟嘅啫。咁啊，大家會見到咧就係有啲課題咧真係5個都出晒，
咁有啲課題咧就真係好似大家都好混戰 feel 咁樣。咁嗱，去到呢個位咧，其實我哋就要再參考多一樣嘢，再參考多一樣嘢係咩咧？就係上年點出，係啦。好，我哋望一望啦，上年點出。上年古代史出咗秦漢統治思想，係一個好前置嘅部分，即係話純粹問你就係點解秦始皇玩法家，點解漢武帝玩呢一個嘅儒家思想，純粹係一個好前置，咁用嚟推個必答題出嚟。好，跟住另外就係近代史出呢個抗日戰爭，咁古代史咧選擇咧就係出呢一個魏晉南北朝、唐代盛世，跟住再加清成條出嚟。近代史咧就係鴉片八國、正係戰爭。係啦，跟住然之後五四運動、三日紅旗、改革開放。OK，好嗱，黃色大家可能會問就係黃色同埋藍色部分其實係咩意思咧？嗱，藍色部分咧，咁其實我就特登睇翻呢個考評局嘅考試報告啦。咁佢考試報告入面咧就話其實藍色部分嘅題目咧就係啲學生答得比較好，係啦。咁而黃色部分咧就係佢話啦，啲學生咧就係答得就冇咁好，係啦。咁當然啦，曾經有一個講法就係話咩咧，就係答得好嗰啲咧，下年就通常都比較少再同你玩翻炒。答得唔好嗰啲咧，因為考評局覺得哇，你上年都答得唔好喎，所以下年就係即係考多你一次啦，咁嘅狀況。嗱，呢個係其中一種坊間嘅講法。我純粹喺呢一度咧，我參考落嚟，我又想玩下，就係睇下下年即係呢一個顏色嘅配對有冇機會會實現到或者引證到啲乜嘢啦。好嗱，咁呢一度咧，咁我哋就要睇一睇啦，就係咁嗱，參考咗上年嘅 past paper 啦，跟住再參考埋上面5個嘅模擬試卷啦。咁我自己其實都有啲睇法嘅。OK，好咁咧，根據我自己嘅消化咧，咁其實有一啲嘅課題係必定要溫，你都走唔甩噶啦，係啦，就係咩咧？就係西周，係啊，跟住再加咩咧？春秋戰國，你唔好諗住單獨可以搞掂，呢兩個其實某程度上係同一嚿嘢，係啦。咁西周封建最簡單，即係喺成個嘅古代史入面，我認為最簡單嗰課。咁但係成個古代史入面最難嗰課咧，其實就係春秋戰國。因為春秋戰國係講變化，即係中國歷史科其實好少會提問一啲變化。咁所以咧就一難一易，一啖沙同一啖屎，咁你要溫得好熟啦。春秋戰國嗰個社會變動同埋呢一個政治變動係啦，咁同埋即係由西周過渡去東周嘅嗰個嘅狀況。好，跟住然之後咧，咁我另外一個位我會貼嘅係咩咧？就係唐代嘅亂世啦。OK， 亂世。好，唐代亂世其實有3 part，我覺得你都要處理嘅就係第一就係安史。係啦，跟住第二就係唐亡，好，第三就係延造不亡嘅原因。呢3 part 其實基本上你溫唐代亂世，你一定要處理佢啊！即係你唔好再諗住就係安史，即係原因同埋影響搞掂。嗱，安史原因同埋影響好簡單，係啊，咁唐亡咧複雜少少啦。延造不亡原因咧，其實係要考你嗰個嘅，即係究竟佢要考你嗰個係年代，即係邊個皇帝照邊個皇帝啊，或者佢成段問你啊，跟住再睇就係究竟佢係咪資料已經框咗你嘅範圍啦。咁呢一度有個處理係複雜嘅。我相信，如果佢真係要玩嘅話，好，跟住另外咧就係北宋，係啦，跟住再加明代嘅集權，係啦。嗱，古代史咧，我覺得你真係冇時間嘅，但係唔該呢3個範圍你熟讀佢啦，係啦，你熟讀佢啦。好，跟住可能有同學仔會問啦，就係咦，唐 Sir 你係咪漏咗秦漢啊？秦漢呢個板塊啊，係啊。嗱，我自己嘅諗法咧就係其實點解你要溫3個咧？點解你要溫3個咧？其實就係要防佢必答啊，因為你選答其實你都係答一條啫嘛。咁即係如果你真係極限嘅話，你咪淨係溫2個咯，係嘛？咁但係即係點解我會飛走咗秦漢咧？因為上年就秦加漢，咁整個即係所謂叫做即係先即係叫做思想嘅嗰部分咁樣就去問你啦。咁嗱，今年咧其實都難定啊。你睇翻上面咧就知嘅，就係秦同埋漢咧，其實上面啲名師又好啦，大型嘅模擬試又好啦，其實佢哋都
都即係男定主義究竟係呢個秦啦定係漢啊？嗱，即係講真嗰句啊，佢其實都可以夠膽死同你秦加漢嘅中央集權都得㗎。咁所以咧喺呢一度咧，嗱，我見上年必答出咗咧，嗱，又係一樣嘢戴頭盔就係、我以下講嘅部分咧就係、嗱，我印象中或者我曾經好似有做過一啲嘅資料嘅配對嘅，就係、必答題出咗個朝代，下年必答題就應該唔會出個朝代。即係我講嗱，我淨係講必答啊。所以如果真係大家極限貼題嘅話咧，就必答題佢個朝代咧，其實可以唔溫。係啊，咁既然上年出秦漢，咁啊必答，咁你咪唔好溫秦漢咯，係咯。咁啊就係咁樣嘅狀況。咁所以其實你就係睇佢選答同埋佢嘅必答，佢掉落去邊度啫嘛。OK， 好，跟住近代史啦，近代史嗱，近代史咧又一樣嚇。既然抗日出咗，咁抗日唔好理佢啦，係嘛？咁所以咧嗱呢一度咧，咁我又要望一望嘅就係嗱，如果佢上年近代史佢出鴉片加八國，即係戰爭部分啦。好，咁所以咧呢一度咧，咁我就要話俾你知啦。咁我嘅挑法就係咩咧？就係洋務，OK，再加呢一個甲午戰爭，再加維新，係啊，哇啲字好核突 ，OK。OK， 好維新，咁啊洋務加甲午加維新，係啦，咁跟住然之後咧，我再戴多個頭盔就係清末新政。OK， 咁所以咧，其實你會見到一樣嘢係咩咧？就係、你會見到咧，其實我已經貼晒成個嘅改革噶啦，係啊，即係清末三甲我已經就貼晒噶啦。OK， 好，跟住然之後咧，咁我繼續貼落去第二 part 咧，就係咩咧？就係袁世凱啦，袁氏稱帝。OK， 袁氏稱帝再加軍閥割據。呢個係我認為其中一個部分啦。好，跟住然之後咧，第三 part 我會貼咩咧？就係國共嘅一次合作，再加呢一個二次分裂。嗱，可能你會問我點解一次分裂同埋二次合作你唔處理啦？咁嗰 part 係抗日嚟噶嘛？係嘛？嗰 part 抗日嚟啊！咁既然抗日，我話大家唔使理佢，咁啊唔好理佢咯。OK， 好，跟住再加一個位就係共勝就國敗。嗱，共勝國敗咧，其實就好簡單嘅啫，係啦。咁你睇翻歷屆嘅 past paper 出親共勝國敗，其實都係問緊同一個位，咁你自己睇啦。OK， 好，跟住然之後咧，第四個位啦，就係中共初年，跟住再加1525。OK， 好，呢一度咧，我要講埋啊，就係連埋當其時嘅外交，你一定要有，係啦，好多同學都會忽略呢個位嘅，係啦，好，咁咧嗱呢一 part 咧，咁啊大家會見到啦，咁啊古代史3個位，近代史4個位，係啦，咁啊點解會4個位咧？因為都難估啊，即係難估嘅位喺邊度咧？難估嘅位就係晚清嗰 part。係啊，咁當然啦，你問我就係、可唔可以4個入面揀2個咧？嗱，我只能夠講嘅就係你呢4個部分，你都一定要表面上溫過，即係因為你係要防必答。呢個其實我想講，其實貼題咧，真係一啲都唔難。難嘅位係咩咧？就係、你貼嗰個位究竟必答嗰度出唔出？必答到度出嘅話咧，其實你應該係100% 安全，係100% 安全。咁所以咧，其實點解要貼呢7個範圍咧？其實就係因為真係要防佢必答。咁當然你可以話就係、其實必答問啲嘢好簡單啫，閱讀理解題係有部分係嘛？咁都係一樣嘢，就係你要了解嘅就係佢表面嘅，即係你全部成個古代史、近代史，你都了解晒全部嘅狀況。咁然之後你再細鋥可能2至3個課題嚟做佢嘅選答。咁呢個其實先至係最理想嘅狀況。咁，但係如果你而家得翻1個月到嘅時間，你真係搞唔掂嘅，咁你可以參考下呢一個部分，你同時亦都可以參考下上面呢5份嘅模擬試，咁佢哋點樣去貼，係啦，咁基本上其實要溫嘅部分都係呼之欲出㗎啦，咁要溫咧其實就好少嘅啫，
係啦，咁啊比新制少好多，我相信，因為新制基本上就係要防你呢個貼題嘛。咁我哋喺仲能夠貼題嘅年代入面啊，我哋繼續貼落去。OK，好咁啦，最後咧我都要讀翻個免責聲明㗎。係啊，免責聲明就係咩咧？即係玩嘢。OK，以上推斷咧就係源於坊間之源，以上談嘅試題咧推測並非必中咁啊。如應試人咧完全盡信可能無法回應或者呢一個嘅作答全部嘅所有嘅題目。咁啊，試題嘅出發可以翻炒或者唔出，應試人有機會蒙受貼題嘅全部損失，而過往嘅表現並非未來嘅出題指標。所以貼題前咧，請參閱相關嘅課程文件，作出風險評估同埋尋求自己老師嘅意見。好，拜拜。